副元帅克己用贵，当了省长，立了大功，朝廷给赏他何物？给封他个什么官啊？7万岁，自他忙报牛代，御酒庆功啊！汉岁一臣之间，可奉进士提督元帅，统领御林军，保护圣家。7万岁，丞相李俊元元帅王不胜话天外后子选，凡谁有旨，选李仁祥、王菩萨瓦上殿，臣领旨。
携手。王副元帅，你当了省长，立了大功，真是你御酒轻功。谢万岁，丞相得朕巴掌，真子巴掌。儿郎，我不快谢恩。谢万岁美举，朕我要使你茫茫虐待，启万岁，臣不要茫茫虐待，不要茫茫虐待，那你要什么啊？朕与万岁私成一道诏书，一道诏书，要他何用？用他朝夕有为众人，倾家大小的不得自愿。众人受了不得自愿，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万岁！3年前，内卖热情盼爹家，忙自愿公子华上富沙场，乐见其公托的人，连中连生。赛马北京大翻榜，可恨那元乱情妇旁着背，无家忙衰，私通的人遭投降，从此忙家张起冤。那莽子女儿今在何方啊？那莽子女儿虽已启程回京，顺3年牢狱归顺平，果不能随去同意。丞相，此事须万丞相负责昭雪。真子，王副元帅，正正虽愿理当昭雪，将军于公不可无伤。朕昭示你莽帮虐待，我要加封你为帝都元帅自彰。万岁，臣不要封国，这天下我与封国还不要的，这又是为什么呀？啊，万岁，一臣快啊！元帅臣莫乘风，苦心事年少朝里配来梦，啥能总管有此魂？岂不是锦上添花成更牛？
梁大人有女子女，才是贵重啊！既如此，今天此婚真有成，神主一生大美。阿姐万岁，这是都不要，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啊？朕愿将功折罪。你与何才之有啊？向那莽众多设为行列，算生兵之将预备救命，故朕愿将其之功照他之罪。丞相，丞相，万岁，你看此列可赢吗？万岁。还要加封你为忠孝王。谢万岁！慢嘞！方才分明与万岁之婚，已将小女子女许配了王府将军，怎么又冒出来个勇啊？是啊，王府元帅，万岁今天赐婚，这乃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万不亏亏谢啊！二位大人，小子是与莽家小姐定有婚呀，实是万万不能另辟他人哦。说得好，说得好啊！老太师，你为何这样高兴啊？啊，万岁，老身碰得那莽里君哦，怎么样？既有那闭月雪花冒金城，更有那金星血口才有生，一元帅自怜必恨天作成，那才是锦上添花满朝臣。老太师此言差矣，莽里君乃是怀生女，怎能与万岁亲赐婚？那莽家院有理当兵，这凡人之女从何人？总算不是万人女，这天道就有大人命。若有天道，分明夫财。不枉法，分明有才，夫财有才，儿卿不要争吵，这有罪无罪吗？还是请朕相指教。万岁，陈文生从前有一孔孟弟子，名唤郑生，他父母每次举办当他是小棒当女儿，大棒当桃子。
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真心得道小王当不遇上大王当兔子要王，撒江后当时岂必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是此他父母再也不是大王了。万岁！真生之言，推此前辈举一反三，那月月受因好比是大王当之，王立军实不到罪，岂必也要加重朝廷的过错？这个小子是请大王可罪，真正是君远有可逃。此乃先辈三人之一训也。哎呀！丞相不愧不有懂才，今日事故冷静，怎么一比呀？哎，那马立军不但逃得无才，完全逃得好啊！是此说来，那王立军远远见到确实无才，好，无罪！谢万岁！哎呀，万岁！王立军有罪无罪，我的他，我女儿放在一须王婆家，举目细言从不云，就按在成天这对平花。万岁！王立军有罪无罪一命多，我与他早前死路远难讲，上瓦治了王立军，牛女天仙我也不去他。真是有心有义，哎，应该连忙讲。哎，这门亲事应该连两家忙讲，二亲需要闹喳喳，至今是两个女子都得讲，这有趣的婚事。我真发了，这一晚请你丞相丞相，这个子你有不的体恤是呀？啊，丞相，你这个主意要错得合情合理哟。丞相，你这个主意不关系到两大人他女儿的终身大事。丞相，你这个主意我要拿得好啊！恩师，这可关系到学生的终身大事啊！丞相，你去这个主意可是不好让我再仔细地想一想吧。丞相。我人苗子为曾举过他，把手西蒙头亲手戴，乘良机他不杀，万须接住他。万岁！
已曾仔细想来，王夫人虽与孟家婚约在先，是与孟丽君万岁理当赐婚。王夫人虽与孟丽君成亲，要是没有孟丽君呢？要是没有孟丽君，王夫人虽就与侍女小姐成亲喽。是不可万万使不得。哎，丞相旨意公平，元帅不必多辩。这是这孟丽君到底在哪里呀？我看这孟丽君到底谁不谁呀？只有天晓得了。万岁，朕愿弃官行找孟丽君，哪怕对边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她找到。要是孟丽君一年不见，我就走他一年，10年不见，走他10年。要是一辈子不见呢，我就找他一辈子。真是有心有你哦，真是岂有此理！两位大人不用争吵。万岁，依我看，孟丽君不用去找，不用找。这一朝廷统领国府专员张贴王榜，上面孟丽君前头之才，令他的恩师谁不也就是了啊？要是那孟丽君不认得恩师谁，难道要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哎，给他一个寒季嘛？寒季多久？寒季1月，太短。寒季1年。太长3个月。好，有朕所知，寒季100天。哎呦，退朝。元帅，此话怎讲？想我与孟丽君早有黑丝山盟，生则同亲，死则同月。他这不能自己归来，难道要我求良家小姐成亲不成吗？元帅尽管放心，王榜一出，天下皆知。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问？何况元帅在他如此多情多念，他岂有不想与你早家花烛之礼呀？唉，我是怕他这身尽道，举目无亲，度日之年有心事问他会不会早已不成生死了啊？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是有消息听等公告，元帅等待驾临。等待驾临。
定一夫妻，一起凌晨是我去并我去禀告丞相知道。想你，究竟是你们两个恰似相像？哦，还是你就是李丞相啊！哎呀呀呀呀！你呀，你呀，哈！你真把我捉弄
吟唱。你呀，弟弟母亲来了，来，母亲请坐。儿啊，就义私信已经送去，丞相说即刻传达。好啊，儿啦，你是丞相就是孟丽君，可是据为吾所知，丞相家中早有妻室了啊。总有起色，怕也是因生耳目。弟弟不行，来，这是孟丽君生我的死娃香。母亲请喝。香啊！哦，这娃香，怎么那听我看过病的人香一模一样？哦，老爷，你来看。哦，弟弟请喝。却有相似之处。好。那少是人想到此，我们就凭这张画进去审他。夫人，想知天下容貌相似的人多，更何况……我说老爷呀，你与人相3年同朝，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我看你呀，真是个老糊涂。夫人，我可不像你这样莽上。我说你糊涂，我说你莽上，你糊涂，你莽上，你莽上。弟弟母亲不要吵了，稍日丞相也到，偏自分享。丞相到，他果然来了。你这个病人，应该去上班他们。
忠孝王亲手所写，亲手所画的呢？是啊，这是我的部将，瞧着是为了一番心思的友好，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忠孝王。驾到，老夫有失远迎，这里呀是这里。哪里，老院中不知忠孝王的病体怎样了？哦，小儿他，哎呦，他都软病了。啊，儿啦，是丞相为你看病来了。哦，是恩师来了，恩师，你可要救我的命啊！哦，请丞相我们下官到堂吩咐为丞相备宴。老院中不用客气了，应该的，请坐。啊。忠孝王，双手过来，我来替你按吗？恩师，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是结心病。结心病？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这怕是营养失调吧？这病不要紧，说了之后，因奉太儿受担，顺风修是精神上，太儿受担一个。怎么样啊？宝贵言气，心旷神怡呀！一下。喏，这是强心素气，消食健康。有生的病，岂能长夜宿阴嘛？这夜下恐怕用不得了啊！永发，你快去当教士。是。我想我生的那是马病司马病。是啊，所以说是夜雨说梦嘛。司马病。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起的呀。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真是恩师请快。这是忙里君臣我的丝袜枪。这是忙里君的一副丝袜枪。那我到是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恩师请快。画得好是画得好啊。画得像是画得像啊。我说是画得十分的好啊。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他有一张作无一样，我有心再把心话讲。
当时啊，你迎亲中我贺家宴，真乃是话并不能充其上。天气啊，好风来是红彩搭，青云玉露中人上，你他与情人终能成眷属，你夫婿交叉不用慌。此情是好风一领红不长，只怕他做了高官把旧情忘，我为他天天开路等家宴，我为他夜夜是梦难长，一片真情为天表，无动于衷为哪吒。我万千苦中他心莫不过我，定是为外欺君才，担心在领杀身祸。3年来你为平瓦落，先家园事出有因，万不得已你才有错。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何惧万岁
不娘堂上真要听你在，我为来不是苦到遇到苦。李军啊，要是万岁赐婚两家女，这早晚是我去带路。马上看见即将到，你请我犹豫再拖动，你咋再把世界误？你不生疏我生疏，你咋再不负起身？我替当你我尽挂你问看他去不清澈名字经，想必他你的心思早知晓。你看他绿眉淡扫滋味长，想必他心中定有好自在。你错怪他了，儿子，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呢？言去
他定为心生是黑来到李军，我的妻呀！哎呀，我的好媳妇！保佑中忠孝王神之母亲，不许节操荣耀，就此高处。母亲，你呀！李军，哎。金家父王万岁，万岁！众卿平身，谢万岁！万岁！今日不是期满，历届孟丽君投24岁，望万岁赐婚小女与忠孝王接着完婚。对，立即成亲。慢嘞！哎，既然孟家有婚约才先，那忠孝王又比孟丽君不娶，哎，我看这汉期呀，可以放宽。怎么又吵起来了啊？此事当时我出在呢？哎，还是请丞相指教，这是嘛？啥子？少年十几岁门，宽十宽，咱既是身上的重，既要量上书实习，心意急，更需。一颗根应更重。
不就来了吗？选王立军上礼，立旨。抬起头来，哎呀，孤算你运不凡呐！万岁，此乃是假莽立军，是假莽立军。李靖身份怎能断定真假？丞相高见，带张文来。真子，你这小女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一一的讲来。丞相小女子可是对答如流哦。此乃以花接木假龙针，有枝有叶巧不根哦。什么有根无根的？你还不上前仔细的审上的人啊？不用审，不用审。为什么呢？见了真的不能是真的，见了假的难道要我说他是真的不成？万岁，既然忠孝王子有假，恐怕这计中恰是有诈。啊，万岁，那小女子所言事事有根，句句有凭，怎能轻易说假哦？对呀，是按小女子所言有凭有据，那这桩婚事正是当成全。万岁。
他早求来了，他在哪里呀？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他在这里。这是什么啊？这是盲女进上我的丝袜下。要是华中人随你，那是让来给予你死魂成躯，居无戏言，言差是啥？好，万岁，千万岁，恩徒所记，他永在天地，情在眼前，情在眼间。此地，我说钟小王啊，你的病到底好了没有啊？万岁，我的病早就好了，恐怕未必。喏，你来看，这金殿之上分明都是男子，而忙里去恰是个女子。你且说他人在眼前，这不是此人什么？此人什么吗？这金殿之上，衣冠照所，确系男子。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请加国之罪，不得与女伴来葬。你得真讲，有位大人女伴乱葬。
你靠在画中要飘。红布披着天津来，草草明在山桥，堂上故事唱一遍。国王国宝谁来报？李青，来，你帮朕来看一看，这天上哪一位他人的面貌与王众人相像啊？容貌相像世上多，这男女有别不能出，一定是从小往情痴人挂魂，这相遇不像乱猜梦。其实，救我其实啊！哎呀，万岁！方才你已经分明宽察。万岁，他的大人总有女扮乱葬，人过犯例暂不杀。只要万岁杀他不才，王立军便可特下诏不完他红葬。万岁，你就认定我们夫妻团圆吧。你还要此人什么？你太放肆了！万岁，莽莽张张，颠颠倒倒，难道不知大祸将临？万岁，念我言妻有病在身，口不应心，用他知错而改，悔过自新。好，宽在临前门上去扫他，这一次谢万岁。呀，万岁呀！这事情又是画像又是女子，随真随假，到真教成越变越无度了啊！希万岁，云南中国王自愿平平用会，也在不上外头子。哎呀，不好，一个不糊涂的人来了啊！宣万岁有旨，宣莽日元上令。莽日元上令。臣领旨。
王万岁！平身，谢万岁！忙做多，快来见过为你昭雪明月的李丞相。李丞相，忙中多。啊，弟弟，你是谁呀？我是你的女儿李君呀。是我李君。不对，你生出神了吧？哎呀，弟弟，许年不见，你怎么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哦，是啊是啊，有我自己的女儿已是个大人了，这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哎呀，延续啊，难道你也是她是我女儿？有我，你的女儿？忙中多。这小女子是曾是忙里居，虽说事业有凭有据，你还是快快上前成功起身吧。忙中多，李丞相。上言告此子莫杀父，女儿的心究竟是真作假还是假作真？情中多细端用貌细变啊！人相依，言外是有意，我人相也许他指指点点有依据，忙中多，伴随他深深在我心上，看起来今日自非平常，我生女儿还需要家乡女，原来是用来忙中多，难道真的连谁是你的亲生女儿，你都认不出来了啊？他神用神相分为我亲生。哟，小婿生来的君子心怀不能理，你可不能胡乱生他呀！忙中多，你真是爱的。今日一去也为难心。万岁！是老人天上有灵，耳聋眼花，实在是神不在了。哦，神不在。万岁，既然真假难辨，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府中，仔细再审。哎呀，好，那此事就交给爱卿发落。圣旨，万岁，这女扮乱造之事。
般乱章，诚是虚妄，谁在无言列战不查？万岁，退场！令人想及之。公公何事？万岁命臣向进宫空上何事？此次公公贤亲，下官随而就到。不，万岁命我自人相一同进宫。此次公公稍待。用法，此内紧急公务，无需列级呈送。是，此次公公请。此心狂。
乱手草，无知草莫杀有情，真理寻人情当地操情我看他也用我造家风，丞相啊，请问才是为长期风，正与你结心连带押运送。青椒上脸好，清风有疾难杂音啊，命有无知空遭人。云不散去天有意将生做尽地无心，反掌圣诞教育我之后下手啊！千人峭壁，全教子皆遭为退呀！李青在瓦高台中，修建四日这九军松。我上门有次也难做，可是多安邦听过好自同。我挥舞柳梢。
从小的父母从爱中，管束教子不骑马，因此我上江先把马缰送。啊，那你我下马而已。多谢万岁。怎可比龙？军师人一副无上手眼的神保军半家玉龙上是兄去安是为孤子婿明日了哩，稍时令我同往天香观，君臣同饮一盅，伺候啊！万岁，请再说不去，朕真的要生气了。来呀，元宗掌灯拜驾天香观。万岁，李清来呀！李琦，你真是精心细苦，真苦不了你了。啊，来，请来上座啊！哦，鄙人真敢与万岁同坐啊！是啊，这个所谓平时乃是王二娘娘所说，可惜她不配呀。他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娘与你成相呐！万岁有失小了。来，请上座。此次高寿了。为卿再高不斗，敬你一杯。请啊！请。
为卿忠心可嘉，再敬一杯。请。李清。朝中风暴起，问你亲啊，可是寡人报啊你心，怪不得原来为你宽笑还就是不爱你才貌也同心，愿与情宁是上望长久生，愿与情实可冷静更清醒，愿与情空掌乾坤理草真，愿与情时时刻刻保离真与情今夜清醒天相关，自己君臣同他们万岁！乡里人守王家，中庸之位，上司礼并忠心，保佑朝廷。不知为人从少年不知，招人忌杀人毒，东土地生。这天朝中有言气，盟军生命朝文，今夜射说天下观，无端非你一笔容身，别你君臣万里，而这下归灭朝廷，为国为民为利dân，万岁！在此称殿中情，关键决转军令，虽为臣好容易风流成立困孤军，
奇怪心莲花侧见玉白尘，几经余味担当身。张我君问江开君，那呀丞相。向君正同转色同他儿民从古有之，先有刘备孔明儿与光武之力，千古佳话传到至今，你为我要泰山托死，怕这怕那，为傲国成立万岁。你难道君才洪福不成？万岁，你这是何意呀？万岁，你实心讲与不信邪，为什么夜来有时为天王？君王是一针一缕，下官何以不丞相？即使此我只得挂包，事官是早必将归临下。哎呀，不过这句笑话，何必当真理？好，请季伯娘一同他，那年我到内室边坐当单到天明。这请总不能太子了吧？万岁，请万岁，万岁！娘娘驾临，听相国。有这等冒昧之子，快上大门！娘娘已进大门。进儿门既是娘娘到此，为人更应告退。丞相，娘娘她这未经宣召是不能前来，要是来了，也只能娘丞相，哪有丞相娘他的呢？娘娘驾到。老弟弟弟休息，少做这几文。丞相回报子，君臣与长领，杀不出是这风流事，枉为我朝阳公主一生万岁神爱。自从到此，这神本万岁在此上月，得来恭陪呀，真不用礼拜，生气不管不陪，真要你为公，生气不想为公，你人看见娘娘千岁，丞相。时日不早了，快为夫去吧。真子，且慢！我还有故事要与丞相商量。哎呀，万岁！故事明日早上商量，也不为止呀。哎呀，谁要你来管？这是朝廷之事，你回去。启禀万岁，丞相府多人杀父，请丞相速速为父。这便是好。丞相，快为夫去吧。多谢娘娘千岁。
小困啊！是啊，是啊。并陪李真相去见。他固然来了，宣是宣李真相觐见陈灵司。臣李九月恭请太后升儿，免礼。谢太后。哦，老太师安好。丞相安好，请。丞相一早进宫，有何要事？太后。人话也相能，今出此业为何因？哦，莫非为了所办相夫守护之事啊？守护？听说是所办相夫守精神，问丞相府中苦受尽。此乃是茫茫守护家人不随，衣裳须尽清客淋漓。这衣裳须尽莫笑转，辛苦不成家难完。琴房以外莫属于旁丞相，且早消灭这情无缘啊！
岂可在？下官心中早明了，这是相夫失火，是玩笑。一老太师把心察，查是公人有不仁，这今天瓦下难得你精心收看社会，当夫今有老太师做哀家，难为今人命差去啊，命差去出去啊！此乃旁理应之福，太儿千岁，千岁啊！你臣这里有曾经主张一道，尊称太儿，请太儿审断。使臣先请高台，请别谢太儿。你我年来哦，臣因父母梦愿华夏佩服，因此通行接受逆问天地。先生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臣虽不过身为女子，哦，快往下念啊！哦。臣虽不过身为女子，冲出国家，投奔仕途，立志为清修养，为国争位。这事我怕万岁不肯求是，怕受。那就把案子放到明处，来他一个御前为生。
范三，范三，该升温了。哦，对，待请万忙里居，待请万忙里居。记得来，千里情只用一心应着头，帮陪母妹共生死。哎呀，一起你这遭遇花成意，何苦尽忠结下去？花开常在花枝头，叫真是分他心。哈万岁神啊，神啊，问啊，问哦，都忙里去。皇上一向4年为故宫，拘你做东了，不想你既是个女扮乱葬，欺瞒君王，你真是孤为寡人对你的一片心呐、喂，哎呦，来了！将忙里去，暂且一下，且慢。请问万岁，今天可是御前为生？是啊，既是御前为生，为何一不生而不问啊？这不生不问，总是无可，又是无端呢？那与丞相之间呢？好，你们什么？你们问呐？轻一点。下跪后生，忙里去，一前是后生，忙里去。大胆！你既然已经是忙里去，那你就要究竟是后生。忙里去，那里就我们是我家的。你与官乱葬是为子。李警官用一股私了的故人来戏弄老夫，难道你不怕踩上加贼吗？哎，国昌，既然那忙里军杀得有道有理，哎，那就给分下去嘛。忙里军，既算你这花木兰是你自私臣，哎，这是何意呀？老太师。
君为无缘法，莫让回顾开苦，离君既无凭为王，莫让今把做离君心不飞度，为生命度他样子家有几个与那当人不娘到你担，为什么莫让是女是民多，离君有家不能反为什么当你莫让受出去今日离君成就他还有你的门，估算不成无数了。老僧夜门无度上了房，怎知道此人粗心大意？还不用我推销？万岁！王立军女扮乱造朝，乱纲朝，必须撵人啊！万岁！那王立军才上3年，忠心耿耿。劳苦功高，况成忠贞孝女，立给家家。万岁！王立军无私发起，欺君我荣，理当斩首，立给家家，斩首，家。他是要家他到当斩首。天上有他臣，后宫有母后，看中了回归真灵犀，看清了真的所愿可以成。就由朕来作为公正裁决。王立军，你欺君有罪，帮应问斩。故年于3年，则正月公从宽发落，各取臣相知这边为宫女。虽今内宫死亡，太终身。来呀，将王立军押进后宫。对。去当殿见驾。兵万岁，莽子愿为帮忙，立军可就当殿见驾。哼，朕早已传旨下去，谁敢为之在罪，点赞不少，退朝。
小娃貌似奸家，你难道不怕杀头吗？曾要你皇家生死二字，总比放在心上。可这早已传旨下去，谁管位置在这天山坡上？须知君无戏言呐！既是君无戏言，万岁设计早就杀了忙里去，为我今日叫他留在宫中。哎，今日是今日，当初是当初，万岁要将他绑了。黑家当。某位，身为举目之神，三宫乐园，天经地义呀。不困不苦，别找皇帝哭，我为什么不哭啊？别家女子神力挑选，唯有他么？别家女子只能与他相比，我非要这个忙里去不可。某位，王儿郎，你身居王位，扎龙袍，举足轻动，苦知道。劝王儿修人心，莫为小屈身大道。你想也想，煞非他两家回马公，就这不太明安风雨调。公家当以恩泽报，不岂能受差教？将心比心，图神情，值得妻子送，谁也受不了。王儿郎，君是说，臣是谁？张乾坤，所知随心图文草，更何况再走之谁能否真？天高不算高，人心地也高。3年比儿媳，这离别得胜情容为，你要细某位，不要这股那股了，江上为重，不是为啥？一家有人忙里君为玉女，而今日在金殿视他为婚。某位，好，你去找某位子一办，卷仓在转旨。是，凡谁亲临赐婚，选公主马上殿。古一句名，叫拜天地。